天呢是礼拜天，我现在在沙车县的文化公园。在周五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来过这里，然后呢，在这边的朋友们告诉我们，在周日的话会有买喜来普，这种买喜来普呢是自发性的，好多周边的群众都会过来参加。你看，没有乐队在演奏。看到我们沙车县的这种文化氛围是非常好的，好多人自发的上来跳舞，我们都特别开心。这种自发性的娱乐活动在沙车很多，包括南疆的我们的喀什、和田的很多地方都很多。你可以知道，在我们的新疆呢是无处不音乐，只要有琴声响起的地方就会有舞蹈。人们对于音乐和舞蹈的这种热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虽然这里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丝毫无法阻挡住人们对于音乐的热情。